将刺绣的设计元素融入事件的女装。乐博德这个在地品牌是台南老二号蕾丝刺绣工厂所创设的新品牌。2017春夏新品发表会，就伫咧台南的旗舰店举办，吸引了大批品牌爱好者前来观赏，也带动了台南今年查某囡仔的清茶风潮。这一季服装的特色呢，它其实包含的非常广，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满足所有女性的需求，比如说小礼服系列，就是有场合的时候可以穿，或者是纽约等上班族的系列，或者是一些颜色比较柔和的一些春夏的感觉，浪漫的气息比较重的衣服，我们都有做一些尝试。原本只有帮忙大品牌加工的刺绣工厂，伫咧企业第二代陈勋义的坚持之下，行出家己的路，推创了这个台湾在地品牌乐博德。一个起心动念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背景，其实是在做刺绣专业刺绣的制造与生产。那我们在台南的新市区已经成立了超过了35个年头。那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国际的舞台上去替一些我们的一些不管是内衣或者是服饰的品牌商去做一个刺绣的设计。那所以其实经年累月会觉得说，与其帮别人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开发，为什么我们自己能生产的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不能自己把它运用在我们自己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品牌？那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筹备了这样的自创自己的一个服装品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缘起。对于传统的刺绣设计代工到自设品牌乐博德，业者陆陆续续伫咧台南、台中、台北成立女装门市，并计划拍入100柜专柜。甚至未来希望会当伫咧国外来设点，迈向国际市场。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